台湾伫咧9月初1，全台湾的饮料店拢袂当使用塑胶杯啊。环境部是提醒民众，若准这纸杯啊呢，内面是有一层塑胶膜哦，一定要特别回收，袂当加纸类放到顶。这纸杯啊回收了后呢，纸厂业者会用这分离技术，甲塑胶膜也个纸分开，循环再利用。环境部也表示，国内一年会当减用7.9亿个这个塑胶杯啊。 烧热的天气，来一杯冰凉的饮料足清凉。环境部伫111年开始推动禁止饮料店使用塑胶杯啊，台北市伫111年就开始落实，是全台湾上早实施的县市。如今台湾上尾一个实施的县市金门县嘛对咧落实，全国拢以纸杯啊取代塑胶杯啊的政策。那最早实施的是 台北市，它从111年的12月开始就已经规范了。那最后一个是在今年的9月1号开始，金门县也实施了。那我们预计每年可以减少7.9亿个塑胶饮料杯的使用。那违反规定会处1200到6000元的罚款。 不过，有民众表示，纸杯啊有一层防水的塑胶膜，嘛是塑胶，唔知要安怎回收较环保。环境部表示，纸杯啊爱甲纸类分开，唔通当共一位，因就会甲即寡纸杯啊送去特定的处理厂，利用分离技术，甲塑胶膜甲纸类分开，循环再利用。纸杯啊吼，其实甲咱迄个纸便当哦，很共款啦。吼内底吼拢有一层塑胶膜啊，这个塑胶膜啊也有专门的处理厂来处理厂来处理啦。这个纸厂会当甲这塑胶膜甲这迄个纸浆吼分落开。环境部除了鼓励民众会当家己准备环保杯啊，嘛希望连锁饮料店会当甲循环杯业者合作，引进循环杯机器，互能量的嘛会当足环保爱地球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